我哋以為正常嘅嘢係好唔正常。我會有一啲科學家嘅朋友，佢係會相信宇宙係設計出嚟。暫時有似乎冇合理嘅理論去解釋呢啲巧合。呢啲巧合係好犀利的，而且確科學界要面對一個大問題。我哋咁渺小，竟然可以知道呢啲咁嘅嘢真實存在嘅咁古怪嘅東西，好神奇。呢個係一個證據去證明咧，空間應該唔係啲好基本嘅嘢，時間唔係一啲好本質上存在嘅嘢。遲早你會掂到啲意識啊嗰啲咁嘅問題，會唔會我哋嘅意識係一啲 information？ 就算有朝一日我哋科學上揾到宇宙點樣嚟，我相信絕大部分人係。我想問嘅第一個問題，有一個人類可能已經思考咗幾千年、幾萬年嘅問題，就係呢個宇宙到底係點樣嚟嘅呢？嗱，我只可以講咧，而家物理學界主流嘅諗法，但係其實呢個諗法咧就未必一定啱嘅。咁而且咧，我講完呢個答案咧，你會覺得未係終極嘅，你始終一路可以追問。咁呢個之前發生咩事咧？等等嚇。咁我先講個主流嘅諗法啦嚇。物理學界咧就覺得咧，大概138億年前，咁咧就發生一個叫做暴漲嘅事件，即係宇宙咧嘅空間突然之間咧脹大得好犀利。咁如果喺科學上面咧，我哋叫做 exponential 咁樣脹大咗，由一個原本好細好細嘅空間，好短時間，暴漲到大概1米咁大咁樣嘅範圍。咁暴漲嘅結果係咩呢？就係本來喺真空裏邊嘅一啲能量呢，就變成為真係我哋日常見到我哋嘅粒子、我哋嘅物質。即係話呢，如果呢個講法啱嘅話呢，我哋所有見到嘅萬物，包括我哋自己呢，138億年前曾經都係真空裏邊嘅一啲能量嚟嘅。咁所以呢個講法咧，其實就要寄用到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就講時空點樣變化嘅。咁廣義相對論咧就好特別啊！呢個理論出咗嚟咧，有好多後果係愛因斯坦都冇諗到嘅，包括咧空間自己可以膨脹嘅，不單止可以慢慢膨脹，仲可以係好急速咁膨脹都可以嘅。咁呢一啲可能性咧，都係後人發現有咁樣可能。咁但係淨係廣義相對論，空間膨脹咗啦，咁都冇用嘅喎。咁你物質邊度嚟咧？咁樣，咁你就要引用埋量子力學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現啦。就量子力學裏邊咧，就算我哋平時所謂真空，你乜嘢都見唔到，好似冇粒子咁都好啦，佢其實隱藏咗好多能量喺度嘅。咁呢啲咧，我哋有時叫做真空嘅能量啦，或者真空嘅漲落。漲落講緊嘅咧，就係真空裏邊有好多能量嘅場，佢咧雖然平均好似係零，但係咧佢自己不斷喺度上上下下咁樣喺度漲落，咁咧係帶有能量嘅。咁而且咧，如果空間經歷一個好猛烈嘅膨脹咧，呢啲咁樣嘅漲落咧就會變化成為一啲真正嘅粒子。咁呢啲粒子咧就係我哋宇宙嘅所有物質。咁呢個都就係暫時嚟講啦，物理學界主流相信我哋宇宙係咁樣嚟。咁所以宇宙大爆炸係咪好多人都誤解咗？係好多人可能以為係一粒好細無限細嘅點，跟住好似有個火球突然間嘣咁樣爆，並唔係一個爆炸嚟嘛。其實係算一個膨脹，係嘛？呢個我覺得好值得講清楚，因為大部分人都誤解，一聽宇宙大爆炸咧，就覺得係有一個爆炸啊。咁講爆炸咧係好誤導性嘅。第一咧，大家個圖像諗一個炸彈爆炸咧嚇，呢個好容易接受嚇。第一個圖像一諗已經錯啦。第一咧就係好似外邊已經有個空間喺度，然後物質咧就喺經過一個爆炸周圍四散咁樣樣。咁亦都好多人咧想用呢個圖像嚟解釋我哋見到宇宙嘅膨脹，因為我哋見到啲星系好似互相飛嚟緊咁樣。咁但係第一咧個誤導性就係
空間並唔係喺呢個所謂嘅爆炸之前已經存在嘅，甚至時間都唔係。第二咧就係冇話點着一個爆炸咁樣嘅事，只不過係由一個好細嘅空間猛烈膨脹到好大嘅空間，然後咧萬事萬物就通過真空嘅能量去體現咗出嚟。咁但係人類對呢個宇宙有起點呢個觀念係幾時先開始有嘅呢？即係我哋係點樣知道呢個宇宙係有一個起點嘅呢？如果唔理宗教嘅解釋，暫時好啊！我都正想講宗教咧，就好耐都講噶啦。科學上咧，我諗第一個提出有呢個可能性嘅咧，其實係一個叫 Friedman 嘅人。咁佢其實我諗佢係半數學家、半物理學家啦。咁喺應該1922年度啦。咁嗰陣時廣義相對論提出嚟唔係幾多年嘅啫。咁 Friedman 咧就研究廣義相對論有啲咩數學嘅可能性。咁佢咧就已經發現咗啦。廣義相對論裏邊嘅宇宙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一度膨脹嘅。咁其實我哋今日咧描述宇宙膨脹都仍然係用 Friedman 推導到嘅一條叫 Friedman equation。咁呢條 equation 背後咧，其實都係廣義相對論嚟嘅。咁但係佢差唔多只係當好多可能性其中一個，咁佢亦都冇好認真去周圍同人講話宇宙可能係膨脹嘅咁樣。咁過咗大概我諗7年度啦，咁咧就有幾個唔同嘅物理學家，包括一個叫 Lemaitre 嘅物理學家，就好認真咁樣樣去提出宇宙咧可能係由本來好細小，然後不斷膨脹到今日。咁好多人咧就將 Lemaitre 當為係大爆炸理論嘅一個始祖嚟噶啦。所以人類存在咗咁耐，如果計人類文明由公元前3000幾年開始到今時今日5000幾年，係真係要到最近嘅100年先至真正發現呢個宇宙原來係有一個起點嘅。咁100年前之前嗰啲科學家，即係譬如話伽利略啊、牛頓啊、愛因斯坦啊，佢哋係認為呢個宇宙係點樣嚟嘅咧？影響好深遠嘅咧就係牛頓。牛頓咧佢差唔多一開波，佢嘅理論一開波嘅假設咧，就係時間空間都係絕對嘅，永遠存在噶啦。佢哋我相信咧好受柏拉圖啊，好受即係西方嘅哲學家影響，一路都覺得宇宙永恆嘅。愛因斯坦都係，所以當愛因斯坦知道佢自己嘅廣義相對論係有膨脹嘅宇宙可能性咧，佢其實係有啲驚嘅，所以佢要改咗佢理論，加入咗所謂嘅宇宙常數，就嘗試將宇宙唔膨脹嘅。咁後來佢自己都知道呢個做法係好錯誤嘅。咁同埋我想修正咧，就係頭先講100年前。呢幾位都係理論學家啦，做理論嘅人，佢哋提出咗呢啲可能性。但係如果喺科學上我哋話真正發現呢，咁就始終唔可以純靠理論嘅。真正發現宇宙膨脹呢，咁而家通常呢就歸功於哈勃啦，哈勃。咁哈勃呢就觀察見到呢好多唔同嘅星系呢都係好似離開緊我哋咁走緊嘅。咁佢嘅發現呢，就係講緊1929年，咁比 Friedman 嘅理論呢，其實遲咗7年。咁但係呢，都係理論先過佢嘅觀測上嘅發現。哲學入邊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就係哲學家尼布萊茲講嘅，就係 Why there is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點解係有而唔係冇？咁一開始到底點解會有呢個宇宙大爆炸嘅呢？即係或者嗰個奇異點一開始點解會存在嘅呢？我先一開波呢，就已經戴定頭盔啦。即係就算我哋而家主流暴脹理論都好啦嚇。如果你追問咁點解最初有呢個暴脹呢？甚至你如果追問點解量子力學嘅真空裏面一定會有咁多能量呢？咁樣咁其實我哋而家未有答案嘅。甚至乎暴脹理論雖然我哋主流覺得應該大概都啱，
但係好多仔細嘅地方呢個暴漲點樣發生，個發生嘅過程等等咧，而家都好多窿窿罅罅，我哋唔係好肯定甚至其實好多觀測咧，係將好多主流嘅暴漲理論咧，都可以話係殺咗或者唔支持嘅。咁所以呢個只係我覺得仍然只可以講係一個科學上嘅一個猜想。我聽過有個理論係好似Roger Penrose 佢提出嘅話，我哋呢個宇宙係上一個宇宙完結咗之後嘅產物嚟嘅。咁呢個理論喺科學界入邊係一個主流嘅理論咧，即係或者你點樣睇咧？呢個理論其實就唔止 Penrose 一個啦，咁有好幾個好出名、好犀利嘅物理學家都有啲類似諗法嘅嚇，包括一個叫 Steinhardt 嘅人。Steinhardt 都係暴漲理論其中一個最初嗰幾位提出暴漲理論嘅人，提出呢個所謂 cyclic universe 即係宇宙咧經過脹大又會收翻縮，然後咧又再漲翻到第二次嘅宇宙等等咧。我諗最主要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可以避開咗問宇宙開始之前係點樣樣咧？時間開始之前係點樣樣嘅咧？呢啲問題我哋大多數都會諗㗎。咁但係喺科學裏邊咧，我哋直情冇一個工具去諗呢個問題。甚至邏輯上邊，你問時間開始之前係有冇時間嘅咧？咁譬如話好多小朋友會問呢個問題，咁我哋直情唔識答嘅，冇得答嘅。咁我哋固然會承認廣義相對論好，量子力學好，好可能唔係完整嘅理論。呢兩個理論到今日都未能夠俾我話到俾我哋聽，暴漲之前發生咩事。咁我一方面承認呢個可能我理論不足，另一方面呢，亦都完全值得去嘗試，就係話可唔可以仍然喺呢兩個理論嘅架構裏邊去避開咗呢個時間有開始呢個諗法呢？咁樣，咁呢啲 cyclic universe 咧就部分做到呢樣嘢㗎。咁大概佢哋啲諗法都係話呢，每一次宇宙漲到咁上下，就會再收縮，收縮咧就唔會收縮到零嘅，收縮到一個好細嘅空間，然後又再膨脹嚇。咁於是時間就從冇一個開端嚇，宇宙不過不斷咁樣樣經歷呢一個漲縮嘅周期，宇宙喺呢個諗法之下呢，仍然係永恆嘅。咁時間冇開端，咁咧就避開咗好多邏輯上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叫做宇宙都係一個輪迴嘅呢個理論。咁啊，雖然對我哋嚟講係比起話宇宙由冇到有係比較易理解嘅，因為我哋其實身邊嘅所有嘢，無論我哋一呼一吸、花開花落、四季變化、國家興起滅亡，跟住所有生命周而復始，其實都係一種輪迴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呢個理論佢 end up 都會同宗教被質疑嘅叫做 first cause 第一因，其實係咪都係科學家未解釋到嘅咧？即係一係呢個宇宙來自上嘅宇宙，咁然之後上嘅宇宙咧又來自之前嘅宇宙，咁不斷推落去。咁但係最尾其實都會問一個問題，係佢嘅第一個宇宙到底係從何而嚟嘅咧？嗱，如果呢啲理論真係成功嘅話咧，就根本冇第一個宇宙添。你一不斷向前延伸咧，都係不斷咁樣嘅輪迴。咁不過呢度亦都係點解暫時主流上未接受呢一類嘅理論。譬如話我先講 Steinhardt 佢提出嘅個 cyclic 嗰個宇宙咧，其實係多人接受多過 Penrose 嗰個嘅理論嘅。咁但係就算係 Steinhardt 嗰個理論都好啦，咁亦都後來有好多科學家咧就發現，其實唔可以做到每一個週期咧係完全一樣嘅。咁咧於是咧就數學上有物理學家可以證明到咧，一路延伸到咧仍然會有第一個宇宙，仍然會有一個 singularity 有一個奇點。
咁變咗原先想做呢個理論出嚟，想避嘅問題咧，原來都係避唔到嘅。只不過最多將個問題再往前推啊。咁呢個當然我哋唔係好滿意嘅。我相信亦都因為咁樣，而家主流上亦都唔係好接受呢一類嘅理論。你自己有冇幻想過一啲好奇幻嘅情節啊？即係當你落堂之後行緊翻屋企嗰陣，有冇幻想過一啲係即係唔夠膽喺堂上邊提出嚟嘅一啲即係可能性咧？近年就真係少啲嚇，但係我記得咧，我其實對物理學對天文學有興趣咧，都係因為我中學去參加天文學會。咁夜晚睇星，一班同學咧就最中意幻想呢一啲咁嘅事嚇。咁嗰個時候咧，我哋就成日聽有啲所謂類星體啊，即係宇宙好遠咧，有啲放出好多能量嘅東西。嗰陣時嚟講好神秘嘅。我哋今日就知道應該係同黑洞有關。咁嗰陣時咧，亦都有好多諗法，就係話嗰度會唔會咧係我哋呢個宇宙同隔離嗰個宇宙喺度相撞嚇？可能隔離個宇宙咧大部分係啲反物質嚟嘅嚇。咁啊，同我哋呢個宇宙，我哋大部分係正物質啦，所謂嚇。咁喺個交界個邊界嗰度咧，就會有好多湮滅啦，咁啊放出好多能量等等。咁所以嗰陣時嘅幻想咧，宇宙裏邊可能即係最初嗰個所謂大爆炸咧，就可能係啲物質反物質佢哋喺唔同兩個宇宙中間嗰度相撞咁樣爆出嚟嘅嚇。咁今日知道當然完全唔得嘅咁樣。咁如果講開黑洞嘅話，依家物理學家咪認為黑洞會係最大機會解開呢個宇宙大爆炸嘅一個關鍵咧？因為係咪喺數學上，其實黑洞同宇宙大爆炸好似一個硬幣嘅正反兩面咧？即係一個就係奇異點誕生出時空，另外一個就係時空完結，跟住變翻咗一個奇異點，係咪咁樣咧？係數學上咧，黑洞同埋宇宙嘅爆炸理論啦嚇，都係有個奇點嘅，都有個 singularity。咁但係呢度咧，我又覺得要講清楚少少啦嚇。好多人咧就好中意講黑洞裏邊嘅奇點，或者宇宙初開個奇點。數學上廣義相對論係可以證明有呢啲奇點。咁但係咧喺呢啲奇點嗰度咧，廣義相對論本身就已經唔再適用噶啦。廣義相對論係要假設咗時空係好平滑嘅，一有奇異點咧，其實廣義相對論本身已經唔啱噶啦。咁所以我成日要強調嘅咧就係，我哋用一個理論，我哋知道呢個理論唔完整嘅，有佢唔足夠嘅地方，佢出咗一啲嘢，而喺嗰啲嘢嗰度，呢個理論係唔啱嘅。咁我哋就要對呢啲所謂奇點咧係要存疑啦，係咪真係有嘅咧？咁我相信大部分物理學家咧都會相信嚇。如果我有一日我哋能夠將廣義相對論同埋量子力學好圓滿咁樣結合嘅話咧，係唔會有呢啲咁嘅奇點嘅。咁但係倒轉嚟講啦，就係黑洞點解咁好咧？就係我哋如果能夠理解到黑洞裏邊嘅奇點，無論佢係咪真係存在好，或者點樣引入量子力學之後係冇咗呢個奇點都好啦，咁就好能夠幫助到我哋，亦都理解到宇宙初開嗰個奇點究竟係咪真係存在呢？亦或係量子化之後冇咗呢？咁黑洞嘅好處呢，就係宇宙周圍都有嘅，我哋每個銀河系相信都會有噶啦，有好多嘅添。最近我哋嘅黑洞係有幾遠啊？我唔知道細嗰啲黑洞，我諗講緊喺銀河系裏邊都好多噶啦，即係啲星球大細咁樣嘅黑洞啊。但我哋自己星系核心咧都有個幾百萬倍太陽質量嘅黑洞，咁離開我哋幾萬光年咁樣啦嚇。咁以觀測上嚟講咧，就容易好多啦，可以做到呢樣嘢。如果有啲觀眾唔係好清楚黑洞係點樣形成嘅話，可唔可以大約稍微講一講啊？黑洞咧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形成嘅嚇。咁而家主流咧，我哋宇宙周圍真係發現嗰啲咧，
好多咧就係相信係行星，譬如話太陽啊，不過太陽唔會變黑洞嘅。如果比太陽嘅質量大好多行星，佢點解會發光發熱咧？咁就靠佢核心有啲核子反應，我哋叫核聚變嘅反應。咁但係核聚變嘅反應咧，就要靠佢有足夠嘅核燃料。咁遲早一日就燒到冇得再通過核聚變發出能量嘅話咧，咁呢啲行星嘅物質就會因為佢自己嘅萬有引力就不斷塌縮，咁就冇嘢抵抗到萬有引力。當好大嘅質量一路塌縮到好細嘅空間咧，個引力會大到連光都走唔到啦。咁咧我哋就叫呢啲做黑洞。但我睇過一個理論係霍金提出，黑洞終有一天係會消失嘅，係因為黑洞佢會釋放出粒子。咁換言之，即係有粒子會喺一個我哋認為連光都冇辦法逃脫嘅視界嗰度逃脫咗出嚟嘅。咁呢個黑洞釋放粒子，或者係學術上叫霍金輻射，呢個到底係咩嚟嘅咧？霍金輻射係霍金一個可能我諗係最出名嘅一個工作啦。霍金自己咧就提出一個容易理解嘅諗法，不過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嘅，因為我覺得係有啲錯嘅。霍金嘅講法咧喺佢嗰本時間簡史裏邊嘅講法啦，就話咧因為黑洞嘅萬有引力好勁啦，咁咧就萬有引力咧有個特性就有所謂潮汐力。即係咧，你離開個萬有引力中心近啲同埋遠啲咧，你感受到個萬有引力係會有少少相差。咁咧，佢就話可能喺個視界附近咧，呢個所謂嘅潮汐力就可以將真空裏邊嘅一對對嘅粒子拉開咗，一粒咧就飛咗出嚟，一粒就跌咗落黑洞。咁樣咧就係解釋霍金輻射。亦都係好多人都會咁樣樣去講。其中一個我唔中意嘅地方咧，就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如果呢個講法啱嘅話咧，就好似喺視界有粒子由視界射出嚟，連光都走唔到，但係又會粒子射出嚟，咁好似好奇怪啦。咁甚至喺技術少少啦，即係我哋知道萬有引力有個作用咧，就會將走出嚟嘅光線或者我講多少少點解話光都走唔到，你唔可以離開一個黑洞啦。萬有引力唔使一定黑洞嘅，就算地球都有嘅嚇。有一個作用咧，就係我哋叫做重力紅移現象。啲光波任何嘅波動要離開一個萬有引力嘅話咧，佢個波長就會拉長咗。波長拉長咗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話呢啲咁樣嘅波動嘅能量咧係會降低咗。咁呢個好容易理解㗎。你要離開一個萬有引力咧，你當然要花一啲能量。我哋成日話射火箭要好大能量，咁因為要離開地球嘅萬有引力嚇。咁如果個引力場好強嘅話咧，你就要花好多能量。如果你花費好多能量，如果你本來係一啲光線嘅話咧，光嘅波動嘅波長咧就會拉到好長。咁當呢個波動拉到無限長咧，其實就等於話呢啲波係離開唔到呢一個萬有引力。咁粒子都一樣嘅，粒子要離開個萬有引力場咧，佢嘅能量都會損耗嘅。佢冇晒動能嘅話咧，佢就離開唔到啦。咁正如我哋譬如話掟個乒乓波上空咁樣，你好快咁掟佢都好啦嚇，咁佢升到咁上下咧，佢會停咗跌翻落嚟。咁我哋咧就話佢最初嘅動能咧，一路因為萬有引力就一路損耗。當佢損耗晒所有嘅動能咧，佢停咗，然後咧佢就俾得萬有引力吸翻落去噶啦。咁粒子一樣嘅，所以如果純粹描述霍金輻射係喺視界嗰度啲粒子去飛出嚟嘅話咧，照計咧佢會損耗晒能量，我哋唔會度到有霍金輻射。咁比較正確啲嘅講法咧，其實霍金輻射唔係全部都喺個視界嗰度放出嚟，喺視界外邊一啲嗰度係主要我哋能夠見到嘅霍金輻射放出嚟嘅地方。咁呢度咧就包括
都係同我一開波所講暴漲宇宙會由真空嗰度提取能量咧，係好相關嘅。就係如果有一個加速嘅觀察者，佢都會見到個真空都係熱嘅，都會放射粒子。咁萬有引力咧，我哋可以用一個加速嘅觀察嘅人咧，睇到個作用係一樣嘅。呢個就係要引用咗愛因斯坦嘅equivalence principle。咁你想象一個加速得好快嘅觀察者咧，佢見到個真空就自動會放呢啲咁嘅輻射。我覺得呢個講法係比較正確一啲。咁我聽過有個理論就係話，如果我哋可以收集晒呢啲粒子，跟住放入去量子電腦入邊計算，咁樣理論上咧，我哋係可以重建翻。當我哋收集晒所有啲粒子，理論上我哋係有可能重建翻跌咗入去黑洞嘅所有信息嘅。係，呢個亦都係好多物理學家相信嘅。因為黑洞咧有一個大嘅問題，困擾咗物理學家好多年噶啦，就係所謂黑洞嘅information paradox 信息嘅一個問題。我頭先有提到咧，有好多方法去形成個黑洞嘅嚇，你可以掟好多垃圾落個黑洞，但係形成咗黑洞之後咧，黑洞剩翻嘅資料可以話好少㗎。一個黑洞只有3個物理量，佢質量、角動量，即係大概就係佢轉得幾快。咁甚至有可能嗰啲黑洞咧係會有電荷嘅。咁呢樣嘢係霍金自己有份證明噶啦。實喺廣義相對論裏面，所有黑洞你只可以話到佢嘅質量、佢角動量同埋佢嘅電荷。咁全宇宙所有黑洞唔會有其他分別噶啦。如果有2個黑洞，大家都係冇電荷，大家都係唔轉嘅，咁如果佢哋2個質量一樣嘅話咧，佢就完全一樣。但係明明呢2個黑洞咧，最初佢哋形成嘅時候，可能係2粒好唔同嘅行星，甚至佢哋不斷吸收嘅物質可以好唔同都好。甚至乎你可以想象，我掟好多本書，每本書裏邊咧藏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入到去咧好似乜都冇晒啦。咁但係咧，大家又記得喎，除咗呢啲外觀上嘅質量佢角動量等等咧，其實佢又會放霍金輻射嘅。咁所以咧，如果信息呢樣嘢係唔會被摧毀嘅，係會保存嘅話咧，咁就好大機會嗰啲本來入咗黑洞嗰啲信息，其實係通過霍金輻射咁樣保存咗出嚟。咁呢個都係大家估計應該係咁樣樣。好似呢個理論最重要嘅一個 implication 係，如果我哋可以收集到黑洞嘅粒子，然之後重建翻黑洞嘅所有信息嘅話，其實即係暗示咗時間同埋空間其實並唔係呢個宇宙最根本嘅嘢，而係屬於一啲叫做湧現嘅現象，即係好似溫度咁樣，就係屬於一個水分子聚埋一齊嘅湧現現象。咁到底呢個中間嘅邏輯係點樣呢？點解話理論上收集晒黑洞嘅粒子可以重建翻黑洞嘅所有信息，就等於可以宣判時間同空間唔係呢個宇宙最根本嘅嘢，而係其他嘢呢？嗱，呢度講到好多好大嘅問題啦，包括時間、空間嘅本質咧，因為又真係好大問題嚇。咁或者先要糾正少少嘅嚇，就係我哋並唔係話要通過霍金輻射放出嚟所有粒子重構黑洞，就去話時間空間係湧現嘅現象啊。我諗近年多一啲物理學家相信時間空間嘅湧現呢，係因為弦理論嘅。因為弦理論裏邊呢，就見到好多時間空間好似唔實在咁樣嘅情況。我舉個簡單嘅例啦嚇，我聽過好出名嘅弦理論嘅專家講呢，就話弦理論裏邊呢，就往往發現有2個貌似好唔同嘅理論，其實佢哋講嘅物理完全一樣嘅。
咁佢哋有一啲對稱咧，就發覺由一個理論可以慢慢去轉化到去另一個表面上好唔似嘅理論，但係其實物理內涵完全一樣嘅。咁但係最特別嘅咧，就係呢兩個貌似好唔同嘅理論咧，佢哋甚至連空間嘅維度都完全唔同嘅。可能一個有10維嘅空間，另一個咧可能有20維空間咁樣樣。咁但係兩個理論明明咧，佢哋見到咧，就啲物理內涵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證據去證明咧，其實空間應該唔係啲好基本嘅嘢，否則你冇可能連維度都可以係兩個好唔同維度、空間維度嘅理論。其實物理內涵一樣，仲有好多其他嘅現象，佢哋見到咧，都會覺得時空呢啲嘢應該好可能係湧現嘅。咁其實唔使講到弦理論咁複雜，甚至唔使講到霍金輻射，我覺得我因為每年都係教一班大通嘅課程，都會講到相對論嚇。就算狹義相對論裏邊咧，我哋都成日會講到一啲時間延滯嘅現象。咁我哋話咧，如果有兩個觀察者相對好高速咁樣運動均速運動都得啦。咁咧就互相見到大家嘅時間咧係唔同嘅。如果我相對你好高速咁行緊嘅話咧，我見到你啲時間好似停咗咁樣樣嘅，你又會見到我啲時間慢咗好多嘅喎，比你嗰啲時間。淨係呢個例子咧，你已經見到時間係更加似係個觀察者嘅用嘅一啲坐標去描述現象。仲有一個咁簡單嘅例子，我要有兩個觀察者，有兩個唔同嘅時間。如果連呢兩個觀察者都拎走咗嘅話咧，就我無從去定義個時間啦。咁我覺得呢個例子已經足夠去證明咧，時間唔係一啲好本質上存在嘅嘢。我上堂就好中意問學生嗱，我拎走一個，有本來兩個觀察者，我拎走一個，咁時間係點咧？咁好，咁我仍然可以用剩翻嗰個觀察者嘅時間嚟講時間。如果連嗰個觀察者拎走嘅話咧，咁冇時間可言，冇空間可言，因為空間一樣嘅。兩個觀察者相對有運動嘅話咧，互相睇到嘅空間唔同嘅。咁即係話空間係要跟住個觀察者嚟定義嘅。咁呢個例子簡單到咧，我甚至冇量子力學喺裏邊，冇弦理論，冇霍金輻射裏邊。咁我哋人類係存在喺時間同空間之內，至少我哋自己係咁樣認為。即係譬如我有80年時間存在喺呢個銀河系嘅太陽系嘅其中一個小星球上邊存在咗80年。咁但係既然我哋唔係好清楚時間同埋空間係咩嘅話，咁樣存在到底係咩一回事呢？呢個又係好好問題嘅嚇。嗱，我自己嘅覺得咧就係，就算時間空間並唔係話一啲好基本本質上存在嘅嘢都好啦，就算係湧現嘅都好啦，其實並唔代表佢唔真實㗎喎。如果就用頭先講溫度嗰個例子，溫度係一個湧現嘅現象。我一間房有好多空氣嘅粒子，咁其實我哋用溫度咧係描述緊呢啲空氣一啲平均嘅一啲能量。咁所以溫度係一個湧現嘅現象。每一個粒子嚟講，佢冇咩所謂溫度嘅，只有佢自己嘅能量。咁但係我哋真實感受到溫度嘅喎，我哋可以度溫度嘅喎。如果呢間房嘅溫度喺度變嘅話咧，我會感受到嘅。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咧係，即係我諗要避開話，因為佢係湧現，所以佢係假嘅。我覺得佢唔假嘅，我哋真實感受到嘅。不過我哋人類感受到嘅時間，譬如話我活咗幾多年咁樣，就的確未必等同於粒子世界佢哋嘅時間。佢哋甚至有冇時間，我哋都唔
咁講啊。咁但係人類自己感受到嘅時間，我哋實驗室可以用呢啲時間嚟去做我哋嘅實驗等等咧，就我覺得仍然係存在嘅，所謂存在啦，我唔知點定義存在啦。只不過我一直覺得係我哋人類好驚死啊嘛，咁死其實就係唔存在啊嘛，咁驚死呢樣嘢係令到我哋人類做咗好多啲荒謬嘅行為嘅，即係對於人類自己本身自相殘殺啊，對呢個地球對其他動物做嘅嘢啊，咁我哋咁驚死咁驚唔存在，但係我哋連存在係咩我哋自己都未搞清楚，然之後就好驚唔存在啦。咁我自己不嬲都係覺得呢個係有個即係人類自己一個好奇怪有一個位嚟嘅。同埋我一直有個疑問就係我哋嘗試去解釋我哋點解存在嘗試咗幾千年啦，咁樣如果解釋我哋人類自己嘅話，咁就係生物學啦，係咪？咁生物學其實就再深入一層，其實即係化學，化學再深入一層，其實即係物理學，物理學再深入一層，其實即係數學。咁到底數學係咪已經嗰個即係宇宙，即係解釋呢個宇宙最本質嘅嗰樣嘢咧？即係數學點解存在？點解所有嘢最終係可以用數學嚟到解釋晒嘅咧？唉，呢個問題我唔識答，真係唔識答嚇。但係咧，我估我哋唔肯定係唔係數學就真係足夠嘅，係足夠可以了解晒我哋個宇宙。只不過我哋未有一啲比數學更加好嘅工具，同埋咧，我哋亦都成日會遇到一啲情況，就係數學上可能有好多嘅解嘅。就算廣義相對論好，數學上有好多可能性。有個好出名嘅故事，愛因斯坦有個老友，有個好出名嘅數學家。咁咧，愛因斯坦嘅生日咧就送咗生日禮物俾愛因斯坦。咁咧就係喺廣義相對論裏邊咧，呢個數學家揾到一個宇宙嘅模型，係廣義相對論嘅解嚟嘅。即係話廣義相對論容許一個咁樣嘅宇宙存在嘅。宇宙好特別，佢會旋轉嘅。咁旋轉都唔特別啦嚇，但係最特別嘅咧就喺呢個旋轉宇宙嘅解裏邊咧，係會有時間嘅旅行嘅。你可以跟住一個軌跡一路行咧，行下你翻到以前嘅。咁甚至好似咧就容許你去破壞個因果嘅關係啦。咁我哋覺得好難接受啦，係我哋如果真係可以翻去以前，可以破壞翻以前嘅事，咁好似破壞因果律嘅話咧，我諗物理學上好多嘢都唔係好掂噶啦。咁所以一般咧都會覺得呢一個廣義相對論嘅數學解咧，唔係一個物理嘅存在。咁有例子咧就係話數學裏邊可能有好多花款，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係似乎物理並唔係所有都有選擇嘅。物理唔係所有都有選擇，唔會全部都會成為一個真實嘅物理世界。即係好多數學嘅 model 係未必係有條件去建立一個真實嘅物理世界。係啦。但係如果推論到嘅嗰啲數學 model 係成立嘅。咁如果講開數學嘅話，John Wheeler 咧有講過係 everything is from bit qubit。咁萬物皆為元。咁即係所有嘢其實最底層都係信息嚟嘅。咁亦都我睇過有好多物理學家其實都係認為呢個世界唔係虛擬世界嘅可能性，即係極度低嘅。咁樣你點樣睇呢？你認唔認為呢個世界係一個虛擬世界呢？首先呢，就係我都認同呢，信息係更加基本嘅，比起粒子比起甚至場等等嘅講法。信息
如果我哋一講信息咧，就好容易諗到可能係虛擬啊等等啊。咁但係我諗我哋要好小心去定義何謂虛擬啦。我估咧就唔可以話，因為所有嘢係虛擬，所以好大機會因為所有嘢係信息，所以好大機會係虛擬。呢啲信息始終係喺一啲物質上邊去做載體嘅。咁啲物質又好似好真實嘅。咁我其實冇啲好深入嘅諗法。我實在亦都我連點樣界定咩叫虛擬，點樣叫真實，我覺得都要諗清楚嚇。我未有啲清楚嘅諗法。有個比較廣為討論啦，叫做關於虛擬世界嘅推論啦，就係好似牛津嘅哲學家阿 Nick Bostrom 佢提出嚟，其實有3樣嘢嘅啫。其實如果3樣都成立嘅話咧，基本上都可以推斷到呢個世界唔係虛擬世界嘅可能性係極度之低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人類冇興趣發展呢個虛擬世界。咁樣我哋好明顯，我哋呢20年嘅 video game 就係嘗試每一年嘅進步，就係嘗試令到呢啲咁嘅虛擬遊戲越嚟越似真實嘅世界啦。第二個就係人類喺發展出虛擬世界之前就已經滅絕咗啦。第三個就係人類冇呢個能力去發展呢個虛擬世界。咁就話如果呢3個前提都成立嘅話咧，就基本上係可以推斷到係非常之低嘅嗰個可能性，係純粹題外話啦。呢個頭先講開言論，咁我想問下，依家言論因為喺科學界入邊其實係討論咗好多年啦，咁言論係咪仍然係呢個所謂嘅萬有理論嘅最大機會嘅一個候選人呢？仍然係好多人會覺得佢最有機會，咁但係呢啲理論而家離開實驗太遠啦，實驗上未有任何證據去支持言論，甚至乎咧有好多言論建基嘅一啲諗法，譬如話我哋話超對稱。而家喺實驗嘅角度上嚟講咧，似乎係機會好低嘅，因為咧我哋都有喺商嗰度做實驗啦嚇，咁嗰度其中一個原本嘅目標咧，就係想揾呢啲超對稱嘅粒子，咁我揾來揾去都唔係揾唔到嘅，基本上。咁而家逐漸都覺得超對稱呢個理論好可能唔得嘅，唔啱嘅，雖然好漂亮。我所知大部分嘅言論要解決到好多問題咧，都係要引用到超對稱嘅。咁如果超對稱唔啱咧，言論好可能亦都起碼要有好大嘅修正。嗱，呢樣嘢我記得我喺加州理工嘅時候聽過John Swartz 自己講嘅。John Swartz 就係言論嘅一個創始人之一。佢講一個講座，咁其中一個觀眾咧就問佢：言論有冇辦法否證嘅？有冇辦法我哋實驗上知道言論一定錯嘅？咁佢當年但係當年講緊係90年代，佢親口承認，如果喺商嗰啲實驗證明超對稱係錯嘅話咧，咁佢所知嘅言論應該都唔啱噶啦。咁不過始終理論係一路會發展嘅，所以完全唔排除唔需要有超對稱一樣可以發展言論。咁不過同傳統認知嘅言論咧，可能係唔係好一樣啦嚇。我哋又唔能夠講100%咁樣講話一定死晒咁樣又唔得。咁但係通常一個理論去到一啲咁樣嘅位置，即係當你要不斷喺度調你好多參數，去同啲數據不至於完全矛盾嘅話咧，咁我估大部分物理學家都覺得佢其實多數都唔係好啱噶啦。霍金米佢最後嘅日子講過話，人類應該不出幾十年就可以揾到呢個萬有理論。
咁樣，但係明顯地，我哋好似仲有啲距離，係嘛？你心目中覺得我哋離呢個萬有理論有幾遠呢？純粹要出個萬有理論唔需要好遠，但係你出咗理論幾靚都好啦，冇實驗支持係冇乜意思嘅。咁但係離開我哋可以實驗驗證呢啲量子萬有引力嘅理論呢，係好遠。就算頭先講話黑洞裏邊點樣諗方法去避開個奇點，點樣用quantum gravity 去解決呢啲信息嘅問題啊，解決呢個奇點嘅問題等等啊，理論有好多諗法都有嘅嚇，講出嚟都可能好合理。但我哋點驗證佢呢？咁我哋冇驗證嘅話，我哋都唔知啱唔啱嘅。咁驗證前提係要有數據啦。咁樣我成日有一個疑問，就係因為光速嘅限制，咁其實我哋喺呢個宇宙我哋都唔知有幾大嘅宇宙，我哋係冇辦法觀測，喺物理上我哋係冇可能可以觀測到啊嘛，因為資訊傳播嘅速度就係有限，就係光速。咁會唔會係我哋叫做根本係一個魚缸入邊呢？即係我哋可以得到嘅數據，就係宇宙大爆炸開始嗰陣已經 set 咗係我哋有個限制，就係有啲數據我哋係永遠冇辦法可以得到。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嚇，以我哋今日所知呢，就係我哋有個視界嘅，我哋能夠接收到嘅信息呢，最大嘅範圍呢，就係受咗光速嘅限制噶啦。咁而我哋似乎一定相信都啱噶啦，就係我哋呢個能夠接收到信息個範圍外邊呢，仲有無限咁大嘅宇宙嘅。咁所以我哋能夠認知嘅宇宙，即係佔一個極度微小嘅宇宙。外邊係咪無限大唔知啦，即係似乎點都會遠遠大過我哋能夠認知嘅宇宙。咁所以人類實在好渺小噶。係尤其是我接觸科學，知道呢啲限制嘅事實之後，其實係有可唔可以叫做無奈呢？就係因為起碼我咧，由細係認為科學其實 promise 咗我哋一樣嘢嘅，就係你只要俾夠足夠嘅時間我，有一日我會揾到所有嘅答案。即係所有嘅答案都會水落石出，但係知道咗呢啲咁嘅譬如宇宙有個視界啊，光速有限制啊，之後就好似係呢個 promise 好似唔係好成立。係噶，係噶，係，而且咧呢啲限制似乎係原則上嘅限制，即係並唔係話我哋有朝一日我哋嘅技術可以進步到克服呢啲限制。咁呢個係有啲無奈嘅，的確。但係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有限制都合理嘅。即係科學其實從來唔會俾到個最終極嘅答案你嘅。科學始終第一步係有啲假設，有一啲猜想。咁我哋通常做嘅咧就係從呢啲咁嘅假設、呢啲猜想去繼續建立佢個後果。咁啲後果咧就揾實驗、揾觀察去驗證。如果發覺有唔啱嘅話呢，我哋就翻去修正個猜想嚇。咁但係我哋唔會去證明嗰啲，即係並唔係話有個第一因咁樣去證明呢啲咁嘅猜想嘅。做科學本身其實差唔多第一日就已經係接受咗有啲限制嘅。咁但係你認為，如果真係有一日科學家真係解開到呢個宇宙點樣嚟呢個終極問題嘅話，對人類同埋人類社會會有啲咩影響呢？嗱，如果你叫我估呢，我估影響唔係好大嘅。咁呢度我係有啲悲觀嘅，原因係呢，我其實留意到，就算呢幾多年都好啦，科學裏邊係急速咁樣發展，有好多新發現，但係其實社會上邊絕大部分人都係唔知嘅呢啲發現。甚至亦都冇乜辦法去明白呢啲發現，甚至唔好話近幾年嘅發現，
相對論相對論啱啱上超過100年相對論都唔係好多人明。係啦，量子力學超過100年啦，絕大部分人都唔明。就算有朝一日我哋科學上揾到宇宙點樣嚟，我好相信絕大部分人係冇辦法明白。咁同而家一樣，你認為如果真係嗰一日嚟到嘅話，人類有呢個答案嘅話，人類仲會唔會相信宗教呢？宗教仲會唔會存在呢？你覺得？又係如果你叫我估呢，我估會繼續存在嘅。咁我自己冇一個宗教信仰嘅，但係我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嘅。咁我自己所認識呢，就係佢哋往往唔係話因為一啲理性上邊需要一啲答案去而信佢嘅宗教，好多時係一啲感情上或者佢係有一啲感動。如果感動並唔需要去理性咁樣去分析、去解釋嘅，咁佢感動咧，往往係個力量更加大添。咁信宗教人唔需要話去，因為佢要去解答宇宙點樣嚟等等，佢唔係去追求呢啲咁樣嘅事。咁我係尊重嘅。雖然我自己冇呢個信仰。所以我相信宗教係仍然有佢存在嘅價值嘅。我成日認為，身為物理學家嘅你哋呢，比起一般人更加清晰呢個宇宙嘅嘢有幾不可思議啊！咁樣同埋種種不可思議都其實好難唔令人聯想到係呢個宇宙係被設計出嚟，或者有一啲設計嘅痕跡嘅。咁樣。如果你同埋你身邊嘅科學家朋友，佢哋有冇相信係呢個世界係被創造出嚟嘅呢？我差唔多肯定，我會有一啲科學家嘅朋友，佢本身有宗教信仰，佢係會相信宇宙係設計出嚟嘅。我自己未接受呢個講法。我覺得呢個講法係有好多冇辦法證明嘅部分，咁我哋做科學嘅人就唔係好中意冇辦法證明呢樣嘢嘅。我哋成日聽到呢個宇宙好大好大，咁到底實際上係有幾大呢？而家睇嚟呢，好可能係無限大嘅。我哋見得到嘅宇宙呢，就大概係900億光年咁大啦，個半徑。咁但係我哋好肯定呢，我哋能夠見得到嘅、接收到信息嘅宇宙呢，係一個極之細小嘅部分。外邊有幾大呢？暫時未見到有一個即係有限咁樣嘅大細，所以好大可能係無限大嘅。但係點解宇宙嘅年齡係138億年，但係我哋睇到嘅大細就係900億光年咁大呢？係。因為咧130億光年係時間，而呢138億年裏邊咧，宇宙係不斷膨脹嘅。咁所以宇宙嘅大細咧，亦都係經過138億年一路喺度膨脹。即係話，就算138億年前有一個星體啦，放啲光俾我哋咁都好啦嚇。咁個星體同我哋嘅距離咧，就會拉長咗好多倍。因為呢138億年裏邊宇宙都膨脹咗，咁就算嗰個星體佢位處嘅地方，佢傳俾我哋嘅信號已經因為光速嘅限制係只係緊到我哋都好啦。呢一個範圍並唔係138億光年，而138億光年再經過宇宙膨脹、空間嘅膨脹，就拉到變咗900幾億光年。宇宙今時今日，即係我哋傾緊偈呢一刻，都仲喺度膨脹緊嘅，係嘛？係。點解宇宙一直會喺度膨脹嘅咧？係喺廣義相對論裏邊咧，宇宙嘅膨脹咧係可以話初始條件係決定咗噶啦。咁個類比係點樣咧？類比就係如果我拋個波上天空，拋個物件上天空，你見唔到個拋，你見到一個物體喺地球往上飛。
咁你可能初頭會覺得好奇怪㗎，明明有萬有引力嘛，點解有物體好似離開地球咁樣呢？咁樣咁，但係我哋做科學咁，當然覺得唔奇怪，有個初始條件，有人拋咗去上天空，咁只要佢未耗盡佢嘅動能呢，佢就仍然可以往上喺度飛㗎啦。咁樣咁喺廣義相對論裏面，宇宙膨脹係好類似嘅。宇宙個膨脹，只要初始有啲事發生，令到佢開始咗膨脹呢，就會一路喺度膨脹。除非宇宙裏邊嘅質量多到呢，係可以將呢個膨脹停咗，然後將佢倒翻轉頭。就正如我拋一個波上天空，如果拋得夠快嘅話呢，呢個往上飛嘅動作呢，可能係一路持續，甚至離開地球嘅。咁我哋今日發現呢，宇宙嘅膨脹似乎並唔會翻轉頭跌翻落嚟啦。即係話個初始條件已經足夠去克服宇宙裏邊嘅物質帶嚟嘅萬有引力。咁甚至乎近年呢，發現有暗能量呢，甚至可以將呢個加速呢個膨脹再加速添，越漲越快。暫時睇唔到會翻轉頭啦。同埋呢個宇宙嘅膨脹個速度係超過光速添㗎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宇宙膨脹嘅速度超過光速，咁樣資訊嘅傳播又有光速呢個限制，咁所以理論上我哋又係冇可能可以觀測到呢個宇宙嘅邊緣㗎咯。即係我哋理論上我哋係冇辦法知道呢個宇宙有冇係有限定係無限嘅。即係講宇宙無限嘅，都係一個唔係100% 肯定。我哋係嘛？係啦，完全正確。嗱，咁首先咧要講清楚啲宇宙膨脹快嘅光速係咩一回事先啦嚇。宇宙膨脹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哈勃定律嘅，即係兩個物體佢哋相互離開嘅速度咧，就同佢哋之間嘅距離係成正比嘅。咁又係哈勃最初做觀測已經見到一個咁樣嘅現象。如果你一路引用呢個咁樣嘅哈勃定律嘅話呢，兩件物體如果佢哋之間嘅距離越長嘅話呢，佢哋互相飛離嘅速度就越快噶啦。咁終於咧達到兩個物體之間嘅距離夠長嘅話呢，佢哋互相飛離嘅速度就會達到光速噶啦。再遠一啲，呢個兩個物體距離再遠一啲嘅話呢，佢哋互相飛離嘅速度就會快過光速。咁而且呢，呢個速度呢就不受狹義相對論，我哋話光速有限，而且係冇嘢快得過光速啦，不受嗰個限制嘅。咁我成日中意用一個類比嚟解釋點解不受限制啦。因為我哋宇宙膨脹見到嘅呢個所謂嘅速度呢，並唔係啲物體相對個空間喺度運動嘅速度，而係空間膨脹造成嘅一個現象。我哋見到遠方嘅星系好高速離開呢，係因為空間膨脹，而空間膨脹呢，喺廣義相對論裏面係冇速度限制呢回事嘅。咁所以我哋肯定知道呢，就係到夠遠嘅星體離開我哋嘅速度係可以去到光速，甚至超越光速。咁如果個星體佢離開我哋速度快過光速嘅話呢，亦都即係話我哋永遠唔會接收到佢嘅光，唔會接收到佢任何信息。而宇宙裏邊應該大部分嘅星體都係咁樣嘅添。咁所以你講得完全啱㗎。我哋無從從觀測上邊去驗證我哋可見範圍以外嘅宇宙究竟係點樣樣。我哋冇辦法肯定知道呢個宇宙係有限大抑或無限大嘅。同埋呢個概念，我哋都係近100年先有啫嘛，係嘛？係咪我哋近係大概100年前先知道呢個宇宙係一路膨脹緊？冇錯，係。你提過天文學或者宇宙學裡面有好多懸案，而解決呢啲懸案嘅關鍵呢，就喺粒子物理學上邊。咁而粒子物理學呢，係你主要研究嘅領域。咁粒子物理學到底係咩呢？我哋粒子物理學研究嘅呢，就係萬事萬物係咪有啲最基本嘅粒子，同埋呢啲最基本嘅粒子之間，佢哋係點樣相互作用嘅？咁我哋呢個宇宙入邊嘅包括萬萬億個星球，
同埋嗰啲星球上面嘅所有嘢，包括我哋人類啊、水啊、張台啊、雪糕啊、所有動植物啊，都係由幾多種粒子構成嘅咧？17種，暫時知道嘅17種。咁呢度咧就包括咗6種夸克，夸克我係叫做 quarks 啦嚇。咁我而家知道嘅有6種。然後咧有6種我哋叫輕子 leptons。咁最多人知咧就係電子啦。有3種嘅電子，即係最多人知啦，就係最輕嗰種電子啦。咁重啲有個叫緲子，再重啲有個叫绦子。咁又對應呢3種電子咧，亦都有3種中微子。咁咧我哋就通常都係跟翻電子類中微子、緲子類中微子、绦子類嘅中微子。6種夸克，6種輕子。咁仲有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大力嘅嗰啲粒子啦，譬如話光子啦、Z 粒子啦、W 粒子啦，同埋最新發現啦就係希格斯場、希格斯粒子，唔係希格斯場，希格斯粒子。當然理論上亦都應該有個重力子存在嘅。咁但係有17種粒子真係構成我哋眼見嘅萬事萬物係有幾多種咧？嗱，呢個咧就好睇點樣去計咯嚇。如果咧最簡單嘅版本，你可以話 U 夸克、D 夸克、電子已經差唔多夠噶啦，好似最多你加埋光子嚇，因為我哋平時感受到嘅咧就係電磁力啦，電磁力你一定有光子咯嚇。咁如果你話質子中子，咁你好可能咧就會覺得裏邊都係 U 夸克、D 夸克嚇。咁電子當然我哋原子一定要有電子存在啦嚇。我哋好少日常生活會見到緲子等等嚇。最多你加埋重力啦，咁我哋萬有引力我哋都感受到嘅嚇。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有呢個傳播萬有引力嘅粒子啦嚇。不過又唔好忘記核子。我哋要組成個核子咧，就有強壯力、弱壯力。咁強壯力咧，嗰啲大個力嘅粒子咧，就叫做gluons 膠子。咁所以膠子都係要描述我哋日常見到嘅，都係一定要存在啦。咁而且咧，弱壯力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冇弱壯力嘅話咧，就中子唔會變到質子咁有好多我哋都唔會存在添，老實講。咁弱壯力、大弱壯力嘅粒子咧，就係 W 同埋 Z 呢啲粒子，所以都要嘅。咁最多你會覺得奇怪嘅咧就係，好啦，咁我有電子夠啦，點解要有緲子要有绦子咧？冇咗佢哋，我哋世界會唔會唔一樣咧？同樣道理，U 夸 D 夸，好啦，你組成中子、質子，咁我一定要有佢哋啦嚇。咁其他嗰啲夸克咁啊點咧嚇？係咪其實多餘嘅咧咁樣？咁啊唔係喎。咁啊有個好有趣嘅發現係我唔記得邊年啦，大概10年前到啦，拎咗諾貝爾獎嘅。咁咧就發覺咧，如果我哋呢個宇宙裏邊唔係有3個我哋叫家族嘅粒子。即係電子一個家族，緲子一個家族，绦子一個家族。電子同電子類中微子，你當佢一個家族。咁我哋有3個，夸克都係一樣。UD 係一個家族。咁跟住咧，你有其他4種有另外2個家族。一定起碼有3個家族，先至有我哋叫做 CP 嘅對稱嘅破壞。因為 CP 對稱破壞一個好重要嘅後果咧，就係物質同埋反物質要唔對稱。如果冇 CP 嘅破壞嘅話咧，物質同埋反物質係會對稱嘅。咁我哋一定唔會存在喺度，因為物質反物質會湮滅嘅。我哋而家呢個宇宙我哋所知咧，就係物質遠多過反物質。咁所以我哋可以穩定咁樣存在。如果周圍好多反物質嘅話咧，我同你都會被湮滅。咁要解釋物質遠多過反物質咧，一定要有 CP 呢個對稱嘅破壞，
要有 CP 對稱破壞，一定要有起碼3個咁嘅家族。咁所以另外嗰2個家族好似對我哋冇乜影響，實質上冇佢哋就冇我哋嘅。所以依家17種粒子，我哋基本上都了解晒佢哋存在嘅作用係咩嘅咯，即係唔係主要就係構成質子中子嘅，即係上夸克、U 夸克、上夸克、下夸克同埋電子。所有粒子基本上我哋都叫做清晰嘅咯，係咪？依家最唔清晰係希格斯粒子，因為希格斯粒子只係發現咗10幾年啫。希格斯粒子好多性質，其實我哋而家仲喺度量度緊，去嘗試界定佢。你研究嘅其中一個領域係暗物質同暗能量，咁樣呢啲嘢我哋見唔到摸唔到啦，但係我哋知道係佔咗呢個宇宙嘅95%。係咁啊，我哋眼見嘅所有嘢咧，其實佔得嗰5%啫。咁換言之，係咪我哋所有認為正常嘅嘢喺呢個宇宙入邊，其實係好唔正常嘅咧？因為佢先佔得嗰啲啲。係啊，我覺得呢個講法好好啊！我哋以為正常嘅嘢係好唔正常嘅。咁我哋嗰睇唔到摸唔到嗰95%，我哋先講暗物質先啦。暗物質係咩咧？到底？我哋都真係未知道。唯一知嘅咧，就係佢哋係提供一啲萬有引力。咁而且咧，我哋知道佢哋好重要，因為如果冇暗物質嘅話咧，我哋可以用電算機去模擬一個宇宙冇暗物質，咁會有咩後果咧？咁樣咁我哋發覺而家見到嘅好多星系啊，好多我哋見到嘅結構咧，就唔會存在。大部分星系會散晒嘅。我哋啲星系由我哋知道嘅正常物質組成啦，嚇。咁但係佢哋要靠暗物質提供一個好大量嘅萬有引力，去令到啲正常物質會凝聚喺裏邊，然後去產生我哋知道嘅星系、星星等等。所以暗物質係宇宙結構嘅一個必須要有嘅一個條件嚟嘅。咁呢個前提係所有有質量嘅嘢都會產生引力啊嘛。咁即係換言之，就所有有質量嘅嘢都有一個重力源啦，重力嘅源頭。咁但係有冇可能係根本冇暗物質，而係我哋唔了解重力係咩呢？的確有物理學家係嘗試咁樣做嘅。咁呢啲咧就叫做 modify gravity 啦，即係改咗牛頓或者甚至廣義相對論嘅引力，去令到我哋唔需要暗物質。咁但係有好多唔同嘅觀測數據。通常呢啲改咗萬有引力去嘗試避開暗物質嘅理論咧，佢可能可以描述到其中一啲觀察，譬如話咧，描述一個星系啲星星喺唔同嘅離開中心唔同嘅距離，佢哋公轉嘅速度係點樣嘅嚇。咁因為向來覺得係暗物質存在一個好重要證據，因為發覺咧去到個星系好外圍，你都睇唔到有星星嘅地方，仍然個旋轉速度好快嘅。咁嗰度如果咁快嘅速度，又冇暗物質喺度嘅話咧，照計嗰度啲物體應該散晒走晒噶啦。咁但係除非嗰度嘅萬有引力亦都變咗，同我哋認知嘅同距離平方成反比嘅一個定律係唔一樣啦嚇。咁當然原則上我哋唔能夠排除。咁事實上嗰類嘅理論咧係可以解釋到其中一啲現象。但係除咗我哋話星系自轉嘅呢個現象咧，我哋仲有好多現象係需要暗物質解釋嘅。譬如話我頭先講宇宙最初開始嘅時候，物質好均勻嘅，咁咧就要靠暗物質嘅萬有引力，令到我哋產生各種嘅結構，令到我哋可以有星系等等。咁啲結構係需要有暗物質，就唔可以靠同樣嘅 modify gravity 嘅理論咧，就既解釋到星系自旋，又同時解釋到宇宙嘅結構嘅產生。
咁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觀察，就似乎暗物質係唯一可以解釋晒所有見到呢啲現象。咁喺瑞士日內瓦嘅強子對撞機，佢一開始做出嚟嘅目的係咪製造暗物質呢？即係到呢一刻，即係2026年成唔成功呢？最初製造呢個強子對撞機咧，有好多個唔同嘅目的嘅嚇。製造暗物質只係其中一個，我甚至覺得係冇咁重要嘅目的嚇。咁到呢一刻咧，係未有能夠好清晰咁樣製造到一啲暗物質出嚟。2012年有個好重大嘅發現咧，就係發現咗希格斯粒子啦，即係好多人聽過嘅上帝粒子啦。咁當時科學家曾經認為希格斯粒子係解釋暗物質好重要一個關鍵。咁依家過咗10幾年，仲係咪呢個假設仲成唔成立呢？我或者解釋一下點解我哋會覺得希格斯粒子同暗物質可能有關係啦。希格斯嘅理論呢，就點解會有希格斯粒子呢？點解會有希格斯場呢？咁希格斯理論呢，其實好重要嘅呢，就係話我哋想解釋點解基本粒子有質量，譬如電子點解有質量，點解夸克有質量等等。咁個理論好粗略咁講呢，就係話呢啲基本粒子就同希格斯場有個相互作用，俾個希格斯場拉到呢啲本來冇質量嘅粒子呢，就行得慢咗，就好似有個質量咁樣啦。有少少似你就算喺陸地上走得好快，你跳咗落水池呢，你就喐得慢好多啦。你入咗水池呢，你就好似個質量大咗。咁個水池嗰啲水呢，就好似希格斯場。係而家我哋都相信希格斯場令到各種基本粒子有唔同嘅質量。咁所以喺個理論裏邊呢，希格斯場同粒子之間嘅相互作用呢，就同嗰粒子嘅質量係好相關嘅。咁如果暗物質呢啲係一啲好大質量嘅粒子嘅話呢，咁就即係話佢哋同希格斯場會有個好強嘅相互作用。咁變咗呢，好有機會呢，就係希格斯粒子，如果你製造咗佢出嚟，佢就會同啲暗物質嘅粒子有好大嘅相互作用，甚至乎呢，好可能希格斯粒子佢衰變，佢變翻做其他粒子嘅時候呢，佢就會衰變出一啲暗物質嘅粒子。咁所以呢，就希望呢，透過我哋好準確量度啲希格斯粒子嘅性質，量度佢點衰變啊，量度佢同唔同粒子嘅相互作用呢，希望就可以揾到暗物質嘅痕跡。咁不過呢啲實驗其實好艱難嘅，因為呢，每次對撞呢係有好多可能嘅事件。每次我哋好高速咁樣將啲質子對撞呢，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後果出嚟，其中只有少部分你係會做出希格斯粒子嘅，係好少部分添。所以我哋要撞好多次先至會撞到粒希格斯粒子出嚟，然後呢，就要好仔細研究呢個希格斯粒子嘅衰變咁至算啦嚇。佢又可以好多唔同方法去衰變喎，咁你又要希望其中有一啲衰變係衰變成暗物質，而你又度到嗰個事件咁樣，咁所以係要累積好多年嘅數據。暫時就未有結果，不過呢個唔代表就話呢個唔啱啦咁樣，因為只係呢一類研究嘅開始啊，我會覺得。所以依家係仍然有呢個希望係從希格斯粒子嗰度可以解釋到暗物質嘅。係啦，冇錯啦。咁我真係唔知，原來唔係次次都撞到希格斯粒子嘅。哇！2012年發現希格斯粒子嘅時候，其實喺唔知幾多千萬個撞擊裏邊，只係有如果冇記錯係講20粒左右嘅希格斯粒子。你要撞好多，我諗甚至上億次先至可以做到20粒咁樣嘅希格斯粒子。
但係嗰個撞出嚟嘅結果唔同係因為啲咩咧？喺物理上咧，其實係好有隨機性嘅嚇。呢個尤其是量子力學裏邊，就算我完全一樣嘅初始條件，佢結果出現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而啲可能性每一次我哋係不能夠預測嘅，我哋只能夠預測一個機率。咁有機率就即係話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你係大亞灣核電站個中微子研究所個主要負責人啦。咁啊，你主要研究就係中微子嘅。咁中微子係咪暗物質咧？算唔算係暗物質咧？咁呢個就要睇我哋點樣定義暗物質啦嚇。曾經咧，中微子係會被視為暗物質其中一部分。咁不過我諗而家咧，我哋講暗物質咧，就已經會排除呢啲我哋已經知道肯定存在嘅粒子噶啦。點解講中微子曾經被視為暗物質一部分咧？咁係因為暗物質嘅特性咧，就係佢有萬有引力，好弱嘅其他應該冇電磁作用力，冇強作用力，有可能有弱作用力，但係總之要好弱嘅。咁呢啲都符合中微子嘅特性。中微子都有少少質量，一樣有萬有引力，佢有弱作用力。不過呢，如果宇宙裏邊嘅暗物質相當大部分都係中微子嘅話呢，咁我哋又係冇乜結構噶啦，因為中微子太輕啦。佢哋喺宇宙裏邊呢，咁輕嘅粒子，大部分都會好高速咁樣運行。好高速嘅時候呢，就唔會聚成一啲我哋見到嘅結構。中微子係咪無處不在嘅咧？有係好多噶嘛，係嘛？中微子我哋相信大爆炸，宇宙曾經咁熱嘅話咧，就一定會做好多中微子。大概成個宇宙每個立方公分啊，每個立方公分都應該有300粒左右嘅大爆炸製造嘅中微子。咁我哋地球咧就更加多咯，因為太陽咧，太陽係靠佢嗰啲核聚變放出能量嘅。咁呢啲核聚變咧，一定會放出中微子嘅。咁我約略估計過咧，喺地球表面，我一隻手板咁大嘅面積，大概每秒鐘有1萬億粒中微子，太陽做嘅中微子穿過嘅。1萬億，1萬億每秒，但係佢就直接穿過嘅。係應該同我應該要好彩一世人先至會有可能一粒中微子同我有反應啦。有反應會點呢？如果有反應呢，就可能會將我身體裏邊嘅其中一粒質子變做中子。咁我估都冇乜事嘅。咁但係講到話中微子喺即極少嘅情況之下，先至會同正常粒子有反應嘛，有相互作用嘛。咁到底係咩情況底下先至會呢？定係又係純粹一個機率呢？純粹一個機率嚇。咁我頭先有提到咧，中微子都有弱作用力嘅。咁所以佢係通過弱作用力同普通嘅物質有反應。咁最典型就係我先咁講啦。中微子可以同個質子結合，然後產生一個中子同埋一個反電子。咁呢樣嘢係有發生嘅。我哋的確，我哋大亞灣度嘅咧就係咁樣樣嘅一啲反應。點解科學家咁想去研究中微子咧？即係點解呢一個粒子咁重要咧？講起嚟係好神奇啊！我都覺得中微子我哋知道咗佢存在好耐，但係好似都冇乜影響咁樣嚇。咁但係頭先我有提到啦，大爆炸其實做好多中微子嘅。咁宇宙周圍都有中微子。如果有朝一日我哋能夠度到大爆炸做嘅中微子咧，我哋就真係可以從呢啲大爆炸中微子知道大爆炸第一秒發生嗰個情景。咁即係真係可以拎到宇宙第一秒嘅信息咧，呢個係起碼我覺得係感覺好好嘅事。我哋靠微波背景輻射咧，係得到大概大爆炸之後40萬年嘅信息。宇宙大爆炸中微子咧，可以將呢個40萬年提前到去宇宙第一秒嘅事。
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另一個咧就同天文學有關啦。咁我頭先有提到嘅太陽或者普通嘅行星，佢係靠核聚變去發熱發光。呢個過程一定發出中微子。如果我哋能夠度到，而家度到噶啦，太陽內部發出嘅中微子咧，就等於我係直接可以攞到太陽核心嘅資料。我係靠太陽光冇。完全唔知佢裏邊發生咩事嘅。太陽光係太陽表面放出嚟嘅粒子，我哋接收到太陽光同佢核心嗰啲核聚變啊等等，其實唔係好直接，好唔直接嘅添，可以話。咁真係度到太陽出嚟嘅中微子呢，可以話係真係可以直接去等我哋測試到我哋關於太陽放能量嘅理論係咪啱嘅。太陽核心點樣運作呢啲機制呢？就靠太陽中微子可以測試啦。咁更加特別嘅呢，就係啲大質量行星死嘅時候呢，就會爆炸，就會做超新星。行星死嘅時候呢，呢個爆炸大部分能量係中微子帶走嘅。佢固然會做一個好光嘅火球。但係嗰啲光帶走嘅能量呢，即係佔佢好少好少嘅部分，大部分係中微子帶走。而且就類似我頭先講啦，我哋睇太陽嘅光，其實只睇太陽最表面嗰陣，睇太陽嘅中微子呢，我可以睇到佢核心。如果有我哋能夠度到超新星爆炸嚟嘅中微子呢，我哋就睇呢個爆炸最核心嗰個地方，咁我哋真係可以去嘗試理解呢個行星爆炸嘅機制。咁超新星中微子係度到嘅事嚟噶啦，咁喺1989年係度到呢件事，咁而家等緊下一個，因為嗰陣時度到嘅超新星中微子呢，當時嗰啲中微子嘅探測器好多技術可以話唔係好成熟嘅。嚟緊我哋世界上有好多中微子探測器等緊呢啲超新星。下一次有超新星爆炸呢，我哋應該對超新星爆炸嘅機制咧了解多好多。所以中微子咁重要嘅話，即係隨時如果科學家對中微子嘅研究有突破嘅話，我哋分分鐘我哋嘅宇宙觀又可能再一次有啲即革命性嘅改變，係咪啊？係啦，咁呢度咧就要講到中微子喺基本粒子上面嘅一個重要性啦。基本粒子物理學咧，我有一個標準理論，standard model。咁呢個標準理論好犀利嘅，幾廿年嚟都冇乜實驗係證明佢有錯嘅。到而家為止，唯一知道佢有錯嘅地方咧，就喺中微子嗰度。喺標準模型裏邊咧，中微子係冇質量嘅。我哋而家肯定知道中微子有少少質量。咁有少少質量並唔係話你喺個標準模型嗰度將啲中微子加翻個少少質量，咁就叫完事嘅。喺粒子物理學上邊，中微子要有質量咧，差唔多肯定就要有另一啲新嘅粒子。呢新嘅粒子可能係暗物質嘅粒子，可能係超對稱嘅粒子，我唔知道啦嚇。即係數先成立，係先至可以令到中微子有質量。一定要有新嘅物理，而呢啲新嘅物理呢，好可能同我哋而家好多原案係有關係嘅，所以對我哋了解宇宙呢係好重要，好重要。咁另外，即係頭先講到暗能量，我哋除咗知道佢嘅作用就係令宇宙不斷膨脹之外，我哋對於暗能量仲知道啲咩呢？依家差唔多冇，但係佢佔咗7成喎。係啊，係啊。舊年2025年，其實2024年已經有一啲研究發表噶啦，就可能開始見到有啲突破啦。2024年同埋2025年呢，有一個叫做 DESI 嘅觀測，主要係做觀測嘅一個研究組啦。
就發表一啲新嘅數據，似乎見到咧暗能量並唔係愛因斯坦講好單純嘅一個宇宙常數。愛因斯坦引入嘅宇宙常數咧，係個常數嚟嘅，唔會跟時間改變。但係2024、2025年見到嘅數據咧，就似乎見到呢個暗能量好似有改變嘅。咁如果佢有改變咧，就有好多可能性啦，甚至唔排除暗能量可能係會而家係一種令宇宙膨脹加速，但係會唔會佢有改變，然後過好耐之後佢會令到宇宙反而會塌縮咧咁樣？咁呢啲可能性就變咗有喺度啦。我哋做一啲時候講到宇宙會唔會有個周期嘅咧？會唔會膨脹到上下咧，又會塌縮咧咁樣？咁通常咧，呢啲理論都係會通過個暗能量嘅改變去做到呢樣嘢嘅。所以如果觀察上我哋真係可以度到暗能量有改變咧，就又係可能有啲好大嘅革命㗎，對於我哋個宇宙嘅了解。依家科學界多唔多用 AI 去幫助佢哋做呢啲研究呢？多㗎，尤其是處理數據上面好多㗎。無論我哋喺強子對撞器嗰啲實驗點樣處理數據，點樣去認唔同嘅事件，或者天文學上你影好多相，做好多觀測，嗰啲數據好大量嘅數據。點樣去分析佢哋呢？而家 AI 係好有用嘅。有冇啲咩好大嘅突破啊？即係譬如好似喺生物學上邊咁啊，即係 Google DeepMind 就出咗個 AlphaFold 同埋 AlphaGenome。咁 AlphaFold 就係佢成功 predict 咗2億個即係造成細胞嘅蛋白質。咁呢個係喺生物學界上面一個非常大嘅一個跳躍嚟㗎嘛。係。咁喺物理學界有冇因為 AI 嘅使用，跟住令到呢1-2年嗰啲研究有好大嘅一個突破呢？如果就我熟悉嘅範圍裏邊呢，就似乎暫時都係喺加速咗我哋對數據嘅分析同埋模擬嗰上面。就未至於話去純粹用 AI 去做到一啲好新嘅預測或者一啲咁即係完全冇 AlphaGo 嗰啲咁大嘅突破。如果講開 AI 嘅話，你認唔認為 AI 會令到好多人失業呢？我估會㗎，我亦都實在好擔心呢件事。我估好多而家需要人做嘅工作係 AI 會處理得快好多。咁尤其是啲唔需要好有經驗或者好需要思考嘅工作呢，我諗係會被 AI 取代。即係換言之，好多年青人即係入門啲嘅工作就基本上係唔需要人去做，而 AI 可以取代到。係啊，我相信係嘅。咁你認為咁多年輕人失業嘅話，即係個社會會有咩轉變呢？唉，我好擔心嘅。我其實更加擔心都唔係話失業嘅問題，我覺得對教育對教育嘅衝擊係可能我直接關心多啲啦。我最擔心嘅就係而家長大嘅，即係比較年紀細嘅人啊，佢哋自細到大都已經係習慣咗用 AI。然後自己越嚟越唔諗嘢，越靠 AI。我聽講而家起碼喺香港好多中學生都係靠 AI 做功課㗎啦。咁就好似自己變咗做 AI 嘅奴隸啊！呢個係我最擔心嘅事。甚至我聽到有個講法係好多即係商業巨頭嗰啲CEO 啦，即係譬如 Elon Musk 啊、Sam Altman 啊、黃仁勳啊，佢哋都係一致認為將來唔需要讀大學㗎啦，因為我哋24小時就有個依家呢一刻已經係諾貝爾級數嘅專家喺個電話嗰度隨時為我哋服務。咁你更加難想像10幾年之後會進步成點。好多嗰啲 CEO 都有咁樣嘅預測嘅。係啊，佢哋通常咧就會預測
失業唔使擔心嘅嚇，AI 咧令到我哋嘅生產力大大提高，咁大家唔使做嘢都可以享受到個好美好嘅社會嚇。我遠遠冇佢咁樂觀啊，我覺得我悲觀啲啦。嗰個前提係有好大一個缺陷，即係講緊好多嗰啲 CEO 都講緊將來會有全民基本收入啊嘛。咁但係我覺得係當啲人冇收入，去到被分配到收入，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噶嘛。好多 CEO 係講緊最後，如果可以 work out 到嘅嗰個理想嘅情況，但係就冇講到我哋要經歷啲咩先至可以去到嗰一步啦。成日聽到一個講法係，呢個宇宙所有嘅嘢都完美得啱啱好，令到生命可以出現。話我哋嘅存在咧係奇蹟中嘅奇蹟中嘅奇蹟。咁你可唔可以稍微舉一啲例子解釋一下？即係譬如呢個宇宙嘅物理常數啊，各種粒子嘅質量啊，各種作用力嘅強度，到底點樣啱啱好可以令到生命可以有條件出現呢？舉個例子啦，我哋好熟悉知道有中子有質子，我哋啲原子核咧就係中子質子組成嘅。咁中子同質子嘅質量咧好接近嘅，差好少嘅啫，大概差1/1000度。咁而且咧，中子係比質子重少少嘅。中子不單止比質子重少少，仲要比一個質子再加一個電子加埋咧，都仲要重少少。咁呢個相差咧係極其重要嘅對我哋。如果我將中子嘅質量往下調校1/1000，咁中子當輕咗，中子嘅質量咧係低過一個質子加一個電子嘅質量嘅話咧，咁我嘅到時嗰啲中子咧全部會好穩定嘅，佢唔會衰變成為質子加電子。咁有咩後果咧？後果咧就係宇宙大爆炸之後做出嚟，中子同質子應該係差唔多一樣咁多，而且啲中子唔會衰變嘅。咁根據我哋認識大爆炸嘅元素合成嘅過程咧，宇宙裏邊就會做大部分都係氦而唔係氫。我哋今日個宇宙大部分係氫遠多過氦，原因咧係因為質子輕過中子，所以做質子出嚟嘅量係會多過中子，而且中子做咗出嚟都好啦，佢會衰變做質子。咁所以咧，質子多過中子，而氦同埋氫嘅比例咧，其實就係中子同質子嘅比例嚟嘅，數目嘅比例。咁如果中子係好多嘅話咧，宇宙做出嚟基本上都係氦冇乜氫嘅話咧，咁我哋啲行星咧就難好多去誕生噶啦，因為要將氦做核聚變，然後放光放能量咧，係需要高好多溫度嘅。如果係氫，你將一大堆氫氣要有核聚變咧，大概要達到可能1000萬度咁樣啦。氦嘅話咧，要達到1億度先至可以點得着。咁宇宙裏邊會少好多行星，但係就算有行星都好啦，氦造成嘅行星咧，佢溫度好高嘅，咁佢周圍嗰啲行星咧就好難有生物存在啦。如果太陽係一粒氦嘅星咧，我哋肯定唔喺度，因為嗰啲佢放出嚟嘅輻射會對我哋好有害啦，佢好熱，會令到地球嘅大氣都冇埋。咁除非可能唔係地球啦，可能遠好多，可能去到木星咁樣樣，可能到時嗰個環境可能適合生命啦。但係成個宇宙應該少好多好多行星會有存在。咁應該同我哋今日見到宇宙完全唔同。咁呢度只需要將中子嘅質量往下調校1/1000。咁如果講嗰4大作用力咧，即係譬如重力、電磁力、強核力、弱核力，如果呢啲數值變啲嘅話，呢個宇宙會係點嘅咧？
係啊，最多人講咧就係話將電磁力嚇，咁我哋電子有電荷啦，質子有電荷啦嚇，咁將嗰個電荷就係講俾我哋聽個電磁力有幾強嘅。如果將質子嘅電荷嚇，電子個電荷佢雖然倒轉個一個正電荷一個負電荷啦，但係個數值一樣嘅嚇。如果將呢個數值調校少少，譬如話我將質子個電荷較高1%，咁會點呢？又翻到頭先講核聚變嗰度啦。太陽或者所有星星靠核聚變，咁核聚變咧就要將啲質子黐埋一齊。咁樣嘢好難㗎，因為質子帶有正電荷，佢哋互相排斥嘅。如果佢係電荷大啲嘅話咧，佢哋互相排斥嘅力亦都大啲。咁而且咧喺一個過程會發生嘅機率，我哋都係講機率㗎啦嚇，係對個電荷咧係 exponentially 嘅敏感嘅。因為其實喺就算太陽核心咁熱都好啦，核聚變係要通過所謂量子穿隧效應去進行嘅。直接嚟講，太陽裏邊啲質子咧係唔夠能量去真係黐埋一齊嘅。我哋要靠佢哋離開唔係太近唔係太遠嘅時候咧，有啲穿隧效應，咁有個好細嘅機率令到佢哋有呢個核聚變發生。咁但係咧，你將佢哋嘅電荷調高1%度咧，呢個機率咧就已經會降低好多好多。咁太陽會點咧？咁咧就變咗咧，佢要塌縮到去好高密度、好高溫度，先至點得着呢啲核聚變。咁個後果咧，同頭先講好似啦。1% 電荷提高咗咧，太陽個核心要溫度要提升咗10%。咁太陽核心提升咗10% 嘅話咧，佢表面溫度亦都提高咗好多。地球應該個大氣都冇咗噶啦。太陽其實熱少少、凍少少，地球都應該冇生命噶。你覺得呢啲咁極端嘅巧合合唔合理咧？對你嚟講，呢個又係好多。我相信你頭先只係講咗有冇1/20嘅巧合啊，定係100%啊？仲有好多物理常數嘅數值係小數點，唔知幾多個或幾多。係啊。如果你要淨係計中子質子嗰個1/1000，然後電荷講緊少咗1% 嘅空間嚇，咁呢啲唔係逐個嚟嘅喎，即係你要全部都要夾埋，都要啱嚇。咁呢啲巧合係好犀利，亦都係的而且確科學界要面對一個大問題。而家流行咧就用人本原理去解釋，就話因為我哋喺度咧，所以唔使解釋啦咁樣。咁我頭先都有提到，我好唔中意呢啲咁嘅解釋。但係暫時又似乎冇啲好大家都好接受、好合理嘅理論去解釋呢啲巧合。另外一個解釋係咪就係多重宇宙咧？好多物理學家都用呢個理論嚟到解釋，因為基本上唯一一個合理，除非你存在一個無限大嘅宇宙，先至會出現一個無限細嘅機率俾我哋出現。係，但係就正如我頭先講啦，呢啲無限宇宙變相就係你唔需要去解釋，因為佢總會出現。咁你唔需要解釋之餘呢，你亦都同時預測咗無限咁多個可能性。咁呢樣嘢就係令到我好唔舒服嘅。但係最令人唔舒服嘅咧，就係冇乜辦法去否證呢啲咁嘅講法，因為你冇辦法實驗上、觀測上去揾到其他嘅宇宙。咁如果你唔能夠否證嘅話咧，嚴格嚟講都唔係一個科學理論啦。我哋有冇理論或者數學去驗證到多重宇宙呢個理論呢？理論上又係冇辦法去否證佢嘅可能性。如果驗證就要觀察或者實驗，咁往往呢啲理論呢，就話你冇辦法嘅，嗰啲多重嘅宇宙同我哋呢個宇宙係冇相互作用嘅。冇相互作用即係話你冇辦法觀察，冇辦法實驗上面嘅驗證。
咁呢個係令人好唔舒服嘅地方。你認為有冇外星生命存在喺出邊嗰啲好遠好遠嘅星球上邊呢？我認為機率好大係有外星生命，有甚至好可能係高智慧嘅外星生命。咁個機率純粹係因為我哋而家知道你望上天空，隨便揀粒星，佢好大機會有佢嘅行星，甚至乎呢，佢會有啲行星係喺啲所謂可居嘅範圍，即係可以有生命嘅範圍嚇。咁既然宇宙咁多，即係應該可能係無限咁多行星，有無限咁多行星，甚至有無限咁多係適合生命嘅話呢，就好難想像冇外星生命㗎啦。咁點解我哋一直都揾唔到佢哋呢？因為宇宙太大，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哋要去到下一粒有外星生命嘅行星同埋佢嘅行星呢，係我哋未有咁樣嘅能力可以做到呢個咁樣嘅旅行啦。觀測上面亦都好難嘅，因為我哋發現到係我行星都係講緊近嘅20-30年嘅事，咁仲要再進一步揾到呢啲行星上面有冇生命呢？我諗係可見將來會做到嘅，但係我哋只係開端啦。而家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個宇宙嘅事實咧，你認為呢個宇宙入邊令你覺得最不可思議嘅一件事係咩呢？我覺得最不可思議係，竟然我哋咁渺小嘅人類啦，係可以認知到呢個宇宙咁多嘢。當然有好多嘢我哋係好受限制嚇，但我哋能夠理解到呢個宇宙咁多嘢，我覺得好神奇㗎。甚至乎呢，譬如話你諗下黑洞啊，我哋今日個個都知道有黑洞。你褪翻早100年嚇，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然後呢，呢個理論裏邊有黑洞，嗰陣時係未有觀測知道有黑洞嘅。愛因斯坦甚至最初自己唔信有呢個宇宙有黑洞，但係人類咁渺小一個生物，可以發展到理論，又可以預測到呢啲真實存在嘅咁古怪嘅東西，然後我哋過咗幾十年可以觀測上真係揾到佢哋。咁我覺得好神奇嘅。黑洞只係一個例子啦。宇宙膨脹另一個例子，宇宙膨脹係廣義相對論出到嚟一個後果。愛因斯坦就係初頭唔信嘅，咁然後觀測又發現到，咁我哋咁渺小，竟然可以知道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好神奇嘅。所以我哋好多發現，我哋人類基本上係用個腦嚟到推算出嚟。然之後過咗好耐時間，先至真係發現到係同我哋嘅理論係吻合嘅，係嘛？係啊，而且呢啲都係講緊遠遠超越我哋人類嘅大細啊！我哋咁有限嘅星球，咁有限嘅環境，我哋竟然可以想像到呢個宇宙好遠地方可以發生啲咁嘅事，然後又啱嘅，咁我覺得好犀利啊！你人生有冇邊個瞬間係令你好感動，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邊？其實到而家都好啦，我每次去到一啲好黑嘅環境，見到滿天都係星嘅時候呢，我好感動嘅。我諗我係中學第一次去參加啲天文學會活動，第一次見到滿天星斗，我覺得好感動。咁呢樣嘢好神奇啊！我過咗幾十年，而家仍然係一樣好感動。一望到呢個宇宙好多星星，我好開心嘅。你研究宇宙研究咗大半輩子咧，叫做你覺得對你嘅人生觀有冇咩影響？好大影響啊！其實我好慶幸，我中學去參加天文學會活動。最發燒嘅時候咧，我每個禮拜翻學校睇星嘅，禮拜5晚咁樣嚇。咁每次睇星，尤其是我先講嗰啲，見到滿天星斗，見到銀河，好直接會覺得咧，
我哋人類咁渺小，其實我哋好多日常生活嗰啲問題都唔係問題嚟嘅，太渺小啦，你可以 forget it。宇宙咁壯觀，係令人好豁達嘅，我覺得。咁我好享受呢種豁達嘅感覺。會唔會你都覺得自己對人生好多問題都相對覺得比其他人都冇咁執着呢？我覺得㗎，呢個連我喺中學嘅時候已經覺得㗎啦。自從中意咗天文學、中意睇星之後呢，就唔會我年代呢啲香港嚟講有中學會考，又有個 A level 考試，係好緊張嘅事嚟嘅。中學會考，中五要考嗰個會考呢，已經係會篩走咗好多同學。咁所以好多同學咧會好緊張操考試啊，好緊張嗰個會考嗰啲考試嘅內容啊等等。咁我已經中學嘅時候已經覺得我睇得好開嘅嗰啲嘢，而反為咧我又覺得我睇得咁開嘅時候咧，我學習係好啲嘅。我唔係咁比起我啲同學唔會咁受考試扭曲我嘅學習嘅。咁我覺得好慶幸嘅。Brian Greene 啊，好似佢講就係話，身為物理學家係好幸運嘅，對佢嚟講，佢自己覺得，因為成日諗呢個世界就唔使諗自己，唔使諗我，因為好多煩惱都係關我事，即係我點樣，我得唔到嗰樣，我想要嗰樣又攞唔到，邊個點樣對我，邊個點樣對我，咁就唔諗我嗰陣咧，基本上就冇乜煩惱嘅。我同意啊，我都同意啊。咁如果人類或者生命嘅存在係咁難得嘅話，你對依家人類發生咁多戰爭，尤其是近年或者依幾日伊朗嘅戰爭，再之前喺加沙嘅戰爭，再唔係好多年前3-4年前嘅俄羅斯戰爭，即係你對人類不斷發動戰爭、互相殘殺有咩睇法？好唏噓㗎，我覺得係人類可能做咗啲獸性啦，有啲唔安全感啦，似乎係甚至係越嚟越狹窄添。咁唏噓其中嘅原因呢，就係我哋有去參加 CERN 裏邊一啲大型強子對撞機嗰啲實驗啦嚇。其實當年歐洲要搞個 CERN 出嚟呢，就係對二次世界大戰嘅一個反思嚟嘅。佢哋覺得要救翻歐洲呢，救翻人類呢啲咁嘅弱點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去發展科學，聯合唔同國家、全個世界嘅科學家一齊去研究科學，去造福人類。咁我覺得好正，好好嘅。如果人類可以放低呢啲咁樣嘅紛爭，大家合力去做科學研究呢，係好美好嘅事。咁而家近年真係見到世界好似倒退緊，咁我係真係好擔心。係咯，二戰先至完咗幾多年啊？80幾年。咁啊，依家80，即係二戰嘅代價咁大，但係你睇翻呢幾年嘅戰爭，其實個代價已經過咗去㗎啦。二戰對我哋人類嘅成本好似已經過咗80幾年就可以，人類就真係咁善忘，80幾年就已經可以擺埋一邊㗎啦。咁啊，我都其實覺得我有希望係科學可以改變到少少嘅。我始終覺得好多人發動戰爭啊、侵略啊，有一部分嘅人係為咗名留青史，即係就短短幾十年喺人間，唔知為咩，唔知有咩意義，就只係想自己個名可以流傳落去，俾多啲人記得，而做咗好多冇乜意義嘅嘢。你自己驚唔驚死呢？你覺得死係咩咧？或者我起碼理性上我唔驚死嘅，我甚至覺得死係好嘅。我其實老實講，我好怕係好長命，但係身體一路越嚟越差。我覺得死唔可怕嘅，
對我嚟講係一種更新啦，一種宇宙裏邊不斷，我哋都見到會不斷有更新，更新係好事嚟嘅。你有冇想像過有冇死後世界呢？即係或者如果身為一個物理學家，你會點樣想像呢樣嘢？唔識想像如果你話物質上我死咗咁，身體裏邊其實甚至我都唔知點界定我身體嘅粒子。咁啲粒子當然又唔會死咗㗎，佢哋會去返唔同嘅系統，可能去返啲新一代嘅人等等。咁但係遲早你會掂到啲意識啊嗰啲咁嘅問題，人有冇靈魂啊嗰啲意識啊嗰啲咁嘅問題，咁我真係完全唔識啦。頭先有掂到少少information 信息呢個問題，會唔會我哋嘅意識係一啲 information， 或者而家好興講 AI 啦，講到神經系統neural network 上邊咧，好似有啲意識咁樣樣，會唔會我哋嘅意識就係啲神經細胞裏邊一啲集體嘅一啲模式，令到我哋有啲所謂意識等等。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個載體唔係好緊要嘅可能個意識可以移植去第二啲嘅載體等等咁但係我唔識我實在識得太少啦，所以唔係好敢亂講嗰啲咁嘅嘢。同埋我覺得我哋嘅存在係，即係我哋身體其實有99.99% 都係空噶嘛，係能量嚟噶嘛。真正有質量嘅粒子其實真係佔好少嘛。只不過我哋人眼睇到就有個肉體，但係可能有啲生命體睇我哋人類就根本係見到能量，就見唔到有個肉體。咁我哋覺得死就係個肉體腐化，埋咗佢或者灑落海。咁但係真係會發生啲咩？我成日喺度諗，嗰啲能量去咗邊呢？到底係嘛？我唔識諗，物理學上我哋唔識諗呢啲問題。我睇過一段寫得好靚嘅文字，就係科學話俾我哋知，根據熱力學第2定律，熵永遠喺度增加，宇宙嘅結局就係走向熱寂 heat death， 所有嘅行星都會燒到有一日唔再燒，所有嘅黑洞都會蒸發消失，所有嘅原子都會衰變，宇宙最終會變成一片虛空。咁如果呢個係最後嘅結局，你覺得我哋人類中間經歷嘅所有文明、宗教、藝術、科學、愛恨，一切嘅意義係咩呢？如果最終嘅結局，所有嘢都係會消失。嗱，呢個我諗每個人要自己諗佢嘅意義啦。對我嚟講咧，個終局係冇乜所謂嘅。正如我先講，我一睇星，我覺得好開心。咁嗰下嘅感動咧，對我嚟講已經係個意義噶啦。就算呢個宇宙最終變咗好悶都好啦，即係第時過咗唔知幾多億萬年之後冇星體都好啦，我呢一刻存在喺呢個世界，我可以受到呢個世界感動，我可以受到宇宙感動，我已經覺得係好有意義嘅事。我可以咁幸運去探索，去參與呢啲科學研究工作，去揾好多答案。就算我揾唔到答案，個終局唔緊要嘅，個過程我覺得已經係個意義喺度。有句 Carl Sagan 講嘅説話，我覺得係幾感動到我嘅，就係呢個宇宙，即使佢無限大，但係佢係唯一透過我哋嚟到了解自己。講得實在好靚。多謝你今日接受呢個訪問，多謝你，多謝，非常感謝你。感謝。